英雄，如今你兄长都在家。做什么？哦，我在地上找东西，我在地上找东西呀。这不是杜永什吗？你不在酒里赌账，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这是我表嫂家，难道来不得吗？上表，你尽管算是闯进门来。哼！我是本镇地方，要来得来，要去得去。方家园他也命我来查询一桩案件。查询一桩案件？你可曾识这条香路道？这乃我家事物，怎会落到你的手中？哦，这香路大原是你家之物，是我贵人出门那天向我要去作为腰带之用。哦，是你曾与堂头身上被打？正是。哼，你丈夫被人杀死了。你是什么？你丈夫被人杀死了。不要伤心嘞，不要伤心嘞。爱我好，是侬来接的。觉得我卡在一生我跟他好动过一家，到今天这为伤在身。你是的错。表嫂，表嫂，常言道生死不能不生，你可言无用啊。他就死了嘛，也就说了。对呀，对，真死了也就说了。你们赶快去认尸嘛，走了吧。哦，贵人死后不明不白，你要让我水落石出，捉拿凶手，为贵人伸冤。好，我一定派人实施查访。不过要查欠那么多的公门兄弟做事，少不了嘛要花费100两白银。哦哟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不离命运，搬来老说，你于心何忍？林为娘，你说话留神一点，不得碰事。遇到神明半天，官府岂能不理？对，神明关天，官府岂能不理？我们公事公办。来呀！好，将林为娘、董永生打做哑人。此与我无关系，我无关。董永生，你也走不了。方才我进门之时，看见你跪在林为娘面前调情，分明是私通奸情，没杀情夫。打住！是我。
杀出，刚才我到同通家，看见那林为娘与他表弟杜永上拉拉叉叉、勾勾搭搭，分明是私通奸情，为杀亲夫。袁太爷冤枉！是我亲眼目睹，你休想抵赖。袁太爷冤枉！陈官人都在家，才言托于不来此，举动轻我若非此转桥地包子，不应上调戏名目是杀情，就同情没杀你莫要一口太不知，统统之为凭空死。凭空死！要笑是我亲眼见，分明是通奸杀父事，杀父事。袁太爷，到底回来老师，来明报我心女子。他上门查我来大嫂，敲他我来两子袁太爷，女子成名叫谁这下路大就是他们是到后的贼罪。哦，记得袁太爷，他是在下路大臣与总统，这分明是一派胡言，欺骗袁太爷，分明是他爱死总统，因杜永山用下路大昆之尸体对着我中，慌忙之中逼成假下路大，留下这贼罪，这不是一清二楚了吗？袁太爷。为娘，你丈夫的尸体用你龙带分报，这又是何解释呢？袁太爷，上表所言甚是冤枉，这项用带原是官人出门那天向为娘要去，是为腰带之用。至于今天怎么用龙带分尸，因犯的遗恨甚个两地，我无法得知。此经官人被带入杀死，还望袁太爷明镜大问，不拿凶罪，三天来，有来头云长是。院长，在你传统表上杀他，不还我从实招来。太爷冤，太爷冤枉啊！我上门家代趁机调戏表嫂是人，这表兄被杀，小弟实在不知啊。袁太爷。
到什么地方去找呀？对呀，在公堂之上，只有从哪，岂有从法之理？有两句真讲。待我将外慢先牵进起来，慢走哎。将李为娘红运茶带下去。快点，快点！大家千金听儿发牢。回好。王孙宝传见新安大人，前请谢大人。贵元之家可有冤情？被子按下与林为娘私通表手，谋杀亲夫一案上的阴谋。这林为娘丈夫叫什么名字？姓阿弥陀。哦，唐突，可是本院无举人，真是以后为证，由下楼代为证。下楼代。岂有香楼代为证，为后难以定案？那一来以香炉袋作为谁证上万不足，那二来这公园上有平时烟酒是米，今老三月就必死了。那李为娘有人死不着，所以难以应付。将林为娘押家下来，本院要亲自审理此案。是。
百姓，我与官人安安真为无辜伤他不造账，你这骄兵不走，我挂本院。林为娘，你有招无招？我冤枉难走。来呀！有。与我上。是。有人随旁行。是。你莫非是江苏的老先生？
启禀大人，林为娘虽不情愿早。去了营居，带上堂来。是。生的命
快些讲。你
禀大人，今日每是请府门领为娘。领为娘，谁去问谁？他的长处心生命谁？是。来，大人，精神领队。禀大人，不举人堂空。吓得我问你听啊，马家进来。有。我说说，滚到我场。是。有领为娘的你们偶儿子，请就纪念，命他们进去。进去。启禀大人，死人一刀，死人一刀，开刀问斩。是，刀下留人。我是当今富贵，请问大人，令为娘放出剑在，他身来何人？他私通奸夫，美是情妇。私通奸夫，美是情妇。我好生生活着，正是他美是情妇。我是为娘亲夫大通你是唐通，我是唐通，你没事，我没有事。我来问你，那无人之事怎么会一起相罗大本人？你却听了，我上京会考，为一好友无聊说的，他说为了风暴也是良民。这次是到西来抢我一把，凭看准我起所成的相罗带，我达到将他杀死，天下何理？难度用人私通奸淫，正是血战难逃。欲度用人私通，证据何在？当通啊当通，你话
见你在书房上边，我儿用香炉袋捧着你留在书房，使我一气逆心，使其强迫为娘，私态家政，并非是母亲应本。此次再来，你妻子无才，是啊，这是非都藏在这条香炉袋吗？原来如此啊！你家在不来？家破山。
没有事，我也没有事，我们是私立大师，杨浚重逢啊！你没有事啊？我没有事，我已得中牌，名副快了。真的，真的啊！亲亲，这是真的。臣儿，亲亲，母亲，真的。娘子，林为娘，是我若是苦冤屈了你，向你赔情。好一个为官清正的心安大圣，众军铁